阿朱係一個極度懶惰但充滿創意嘅人，佢最鍾意嘅係揾最短時間完成最多嘅事情。有一日，阿朱約咗朋友去燒烤，途中佢發現咗一個大問題，佢肚餓到想食燒雞，但又要去買嘢飲，時間冇夠。佢心諗唔得，我要一箭雙雕，用個方法搞掂晒兩樣嘢。於是佢拎起佢朋友帶嚟嘅弓箭，準備一箭射中隻燒雞，再順便射低罐汽水嘅。朋友好驚訝問：阿朱，你有冇覺得自己係廚房神射手啊？阿朱信心爆棚，瞄準目標，拉滿條弓，之後箭飛咗出去，結果燒雞飛起咗，汽水罐滾咗入火堆。阿朱大喊：哎呀，呢個真係一箭燒焦咯！燒雞燒到變火山石，汽水變成火水咯！朋友笑到癲咗，你一箭雙雕成功啦，但兩樣都冇得食，咁咯。最後阿朱攞住罐黑炭燒雞同湯滾嘅火水汽水，含住眼淚話：下一次一箭雙雕，我會慎重考慮目標。故事教訓我哋唔好試圖用射箭嚟準備食物，一箭雙雕唔等於一箭燒焦啊！燒烤最簡單方法係老老實實用叉燒去燒叉燒。